嘉義草草戲劇節今年來到第18屆，也這回呢是家規的劇場變做展覽，帶民眾去到後台了解戲劇這個幕後的工課是安怎進行。透過導覽的方式，草草戲劇節的策展人帶領民眾為演員通道來到舞台後壁，為化妝、燈光、聲音等等的工課當中，來了解戲劇的創作要安怎透過技術在舞台後壁來運作。你走進去好像就是你要成為角色，然後你即將要上舞台的那種感覺，所以我們把這個過程，演員在幕後成為角色，然後站上舞台，然後乃至於說你回到觀眾席成為觀眾，這個過程把它整個串起來，讓它變成是一個沉浸式的體驗。這道有法度安尼去後壁看到因咧化妝的所在，啊因編碼的所在，啊因換衫的所在，啊閣有去台頂看因的裝置是安怎用迄個內底的神術去扭，啊去會使算講定位安尼就對。草草戲劇節是嘉義地區一年一屆大型的客戲藝術活動，今年已經來到第18屆。主辦單位管劇團這屆用第2幕來做主題，我們來將劇場改做浸水式的美術空間，佮邀請在地少年人透過主題內台的表演來討論人生的第2幕。這個第2幕是一個隱喻嘛，來探討的講就是講，人生當中哈，第1幕結束，走到第2幕的開始。今嘛18歲草草戲劇節，對阮來講，我希望講是一個重點。演藝廳這個空間，阮甲拍開，變做一個展覽的空間，但是在這個展覽內底，伊當看到阮今年的主題故事。管劇團表示，戲劇當中有3幕劇的概念，第2幕就是面對環境挑戰了後角色的成長。草草戲劇節已經18歲，希望透過第2幕的改變，我們讓民眾更加了解戲劇文化，嘛透過表演甲展覽，讓民眾親身來參與這場在地文化實驗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